住你所打嘅電話號碼暫時未能接通，請你遲啲再試過啊。而家幾點啊？地鐵好多人，等咗好多班車。你電話係水壺嚟㗎，打唔通喎。可能搭緊 lift 收唔到嘛。收唔到？好啦，啲飯凍晒㗎啦，食飯先。我哋悶唔悶嘅啫，成日睇套戲。好笑啊嘛！好，睇第二啲。警方係已經舉起咗紅旗，要求示威者係停止衝擊，就會使用武力。